其實呢個世界上邊一定會有一個嘅正派同有邪啊嘛。我哋而家今日就講，哇喺神嘅裏面，我哋係正嘅，我哋咧即係賣身俾主，或者我哋委身俾主 ，OK 冇問題。但係你以為你咁做就等於句號咩 ？No， 因為撒旦一樣喺呢個時候去到爭奪，佢會令到你失腳，令到你唔相信，所以佢要製造好多嘅嘢，讓到你去到離開主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一個嘅荊棘嘅比喻啊？撒種嘅比喻裏邊嘅荊棘嘅部分啊，其中一個荊棘嘅部分就係仇敵會用好多嘅方式令到你好忙啊、好疲倦啊、好憤怒啊等等嘅形式，然之後讓你離開主。嗱，有啲再簡單啲嘅，傳咗福音俾你，今日好好啊，唔錯，非常好，但好快就個種子唔深就擔走咗，路旁嘅又有，淺土嘅又有，無論點都好，撒旦根本上係唔希望我哋去到接受主。所以當喺耶穌同門徒去到食最後個晚餐嘅時候，逾越節晚餐，或者今日啲人叫做最後嘅晚餐嘅時候，耶穌去話俾呢班門徒聽一個真相，呢個真相就係耶穌要走啦。耶穌話：我即將要離去。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間接話俾呢班門徒聽，喂，你哋將會面對信心嘅挑戰，你哋嘅信心將會被震動，因為你哋將要面對嘅未來同你哋想象嘅係不一樣㗎。耶穌用咗一個古時好中意用嘅比喻，就係講農夫去篩麥子嘅比喻，將嗰啲麥子放喺嗰啲篩嗰度嘅，搖下搖下，用力搖用力搖，一路拍打，直到嗰啲糠同埋嗰啲穀分開。其實呢一度有個寓意，亦都話緊俾我哋聽。彼得係會面對緊生命嘅風暴，亦都會震動緊人嘅心。